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是这个中国上大间的晶圆代工厂中芯公司，昨来公告已经甲荷兰半导体设备厂来签订着采买协议，总共是购买着代表340亿的晶圆生产的设备。啊，美国对中国这间中芯公司的采购禁令，即卖嘛解禁了。这个消息一传出来，冲击着台湾晶圆代工厂的股票，台积电甲联电早盘拢3%以上。也毋过分析师认为，以长线来看，其实毋免伤过担心。机器一直震动，就代表即马全世界半导体市场需求量是强滚。也毋过要做晶片，毋是干技术尔，当然要有设备。中国晶圆代工龙头中芯昨公告讲，出的半导体设备商艾斯摩尔12亿美金，新来票340亿的设备。中国媒体新浪科技今日报道讲，美国已经慢慢的放松对中国半导体禁令，可因有生机。艾斯摩尔能够去跟能够销售这批货给这个中芯国际来讲的话，应该是受到美国的一个许可。那另外来讲的话，可能就是在最近这个紧俏的一个晶片供应上来讲的话，应该也能够获得部分的一个缓解。放松中芯的限制，就要展现美国要行出单边主义，更加要改善全世界晶片欠货问题。不过经过了解，目前美国干那伫14奈米以上的制程放松，10奈米以下对中芯恐惊犹原是难如登天。是讲中芯的14奈米制程已经真成熟啊，台湾供应链难免会受到影响。像联电，包括像世界先进，包括像力积电这些以这个8寸跟这个成熟制程为主的一个晶圆代工为主要的一个部分。后续来讲的话，短线会有影响，可是我认为中长线的影响应该是有限的。有关的消息无乐观，引起投资人会惊。大盘伫中昼的时，就落差不多300点。台积电、联电等等半导体类股，捌落超过3%。